大家好，我係 OM，今日係最後一日嘅鏡子練習。練習嘅題目係現在好好愛自己。首先，請你行到去塊鏡前面，望住鏡入面嗰個回望緊你嘅靚女，然後舉高雙臂，同自己擊個掌，俾個心心，跳隻開心舞，甚至乎俾個擁抱你自己。請你恭喜你自己，你已經完成咗21日嘅鏡子練習共修挑戰啦！請你講出以下嘅肯定句：親愛的，我愛你，我真係好愛你。親愛的，我愛你，我真係好愛你。你做到啦！你終於完成咗呢個21日嘅挑戰，我真心為你驕傲。你做到啦！你終於完成咗呢個21日嘅挑戰，我真心為你驕傲。你只要下定決心，乜嘢都可以做到㗎。你只要下定決心，乜嘢都可以做到㗎。而家請你花少少時間感謝自己過去3星期所付出嘅心機、時間同埋毅力。請你講出以下嘅肯定語句：多謝你一路嘅堅持，多謝你一路嘅堅持，多謝你敞開自己去學習新事物，多謝你敞開自己去學習新事物。我真係好愛你，我真係好愛你。你可以對住鏡講以下嘅說話，承諾自己以後會讓鏡子練習變成你生活嘅一部分。聽日見啦，靚女！到時候我哋再討論一下要作出啲咩改變嘅地方。我愛你，你係值得被愛嘅，你值得擁有美好嘅一切。最後，我哋一齊嚟重複3次鏡子練習第18日嘅肯定語句，嚟結束呢一個21日嘅自我探索同療癒旅程。我敞開自己，我樂於接受所有美好嘅人事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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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多謝你嘅參與。